台南东山的返乡青年张义典甲罗岩秀以影片行销在地小食为目标，去年有拍一支2023映上东山，今年又推出一支宣传片，伫东山国中办首映会，现场来真侪贵宾，真闹热。东山的美食足多，虽然我行一条老街，不过的美食挺好办。足侪项的这个美食的倒声啊，咱东山除了有好食的这鸭头啦、豆花啦、肉丸啦、砂锅鱼头啦、素人面线啦以及咱的农产品有咖啡、有零件啊，要讲实在讲袂完啦现场有真侪在地店家，卖当看到影片中两位主角到现场甲大家开讲。东山有真侪特色的美食，透过宣传的影片嘛，讲会当吸引更较侪国内外观光客来到东山体验甲探索地方特殊的美食文化。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